嗱，又係一個美好嘅 office day，又係一個美好嘅 lunch time。今日我繼續喺度同大家交握。今日想同大家討論嘅係人點解要買六合彩。當然啦，發達之心人皆有之，但係其實往往大家都好心入邊知道，我未必係嗰億萬分之一嘅機會，但係我依然會揞出嗰張10蚊紙，填6個 number 交俾馬會。其實點解呢？因為當你行入馬會填緊嗰6個 number 嘅時候，你已經係做緊一個好偉大嘅夢，一個我會中咗幾百萬，然之後我會有好多錢使嘅夢。你嗰刻已經喺度幻想緊，我中咗，聽日即刻掉信俾老細辭職。OK， 成件事非常之咁美好，直至到你發現開彩嗰陣6個 number 冇一個 number 中啦。咁你就會好單完15分鐘之後，唔緊要，我哋再接再厲，再填過6個 number， 俾10蚊俾馬會，然之後你又會好開心2日，直至到第2次攪珠都係失敗。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，你要諗下，每個禮拜馬會有2至3日嘅機會俾你，去到有呢個百萬富翁嘅造夢機會啦，而你只係需要單15分鐘。我當你一個禮拜開彩3次，每次15分鐘，你只係都要需要單45分鐘，你就可以獲得1個星期都 keep 住發緊夢嘅快樂。所以聽日又有六合彩啦，記得去買啦，咁多位。好，今日交握就係咁先，拜拜。